原来也得有钱，原来就会卖老公的哦。离婚，唔会生年狗的。你根本就系生年狗的哦，对无？啊，如姐啊，我这个查某囝哦，100万好吧，我拢无爱卖呢。煞唔知，硬要值100万。成万哦，成万无啦。老公哦，老公无的啦，钱哦，钱要无的啦，你这种嘛个，唔嘛个就无得到啦。我这都也好戏，钱就准备好，其实嘛个唔理，其实还唔对好讲，生年狗才上不个。这袂歹呢，有想要对我学较济无啦？我是想学的啊，我阮母一定讲袂使啦。哦，啊，我做安这都会当趁袂少呢，啊，你够有兴趣？啊，恁母也是安一定要逼你去填考啦，是啥讲一定要读大学？伫我遮会当学着、甲趁着呀，比你读大学啊，搁较有路用啦，而且搁免纳学费，啊，搁有薪水呢。啊，你想安尼跟老母讲无啦？讲嘛无效啊。我即马需要搁较大的场所啦，目前找到的所在拢咧起抢房啊。我要搬走啊，你好我想看卖。安尼做得吼，会啊，你有介意吼？理解。这美心来啊，美心来，也介好啊。嘿，介好啊，你请看卖啊，一定足水的。水哦，水看卖啊水水水水。哦，啊，等下就先穿啊，哦，啊先去换换的。小文的啦吼，啊，搁有小珍的。林家，啊？你有申请营业登记证无？啊？有啊。有。若睇到有人客，无啦，什么人客？一间一间给我敲。袂使啦，来啦，来啦，哎，出来，哎呦，快快，帮我出来。哎，出来，出来。哎呦，喂，你妈你啦，你听我解水啦，哦，你是惊唔怕？听啊，看啥？出来，哎，咪咪，哦，你莫惊啦，我带派出所给你。你莫出来，无啦，行。无啦，哎，太少啦，我是做啥的啦？无啦，你讲无？你莫出来。我嘛。哎，大大叔说讲。好啊，你先听下坐。哦。瓦利亚，绿色的，瓦利亚啦。哎，警察大人，你念唔对人啊啦！我真正唔是马莎基小姐，我是做衫的啦。对啦。你种讲错坑。不，什么点？我们是做正当的呢，就按摩店呢。对啦，你念唔对人啊啦！我就老实讲啊，我是好人哎，你没事啦。哎，我无做啥物歹代志，你莫。长官好，哎，道哥，好久不见，没有空来。特地来给你请安啊。长官，哇，今天这么热闹啊！长官，借一步说2句话。哎，好。长官，这个老板娘是我认的妹妹。根据我对她的了解，她的店里啊没有在做黑的，一场误会。你看在我老赵的面子上，让他们回去吧。嗯，好。哎，小陈，误会了。误会了。我大家啦，你哪走？讲嘛，哎，行，来，紧点。谢谢长官。好，长官谢谢哈。谢谢啊。赵哥泡茶。走啊。行。来，点上点。
哎，我再见。高长，来，坐下。小读是偌济？我要考试嘛，要通知一下，搁离一遍啊。哟，无遐慢啦。 500，毋对，205。哎哟，少年时阵听有，即马老啊听无啊。啥物我老啊？是你相机老啊，你会晓得修理啊啦。我相机好好咧。阿珍啊，你甲你阿舅学了安怎？基础都会晓啦。遮厉害哦！嘿啊，安尼，迄几件相片吼，去参加比赛啊，有时代啊，乌白彩色3组呢。有兴趣无？来，遐比赛的方法吼，一等，看看啊。杨文秀，买底片要花很多钱。做人阿舅，啊，毋着赞助一下？你嘛足济，你摕出来啊。好啊。哎呦，真是呢。再摕翕。来，阿珍啊，唔来再甲阿公、阿庆阿伯。安尼吼，这差不多。好啦好啦，来啉茶啊。我知道，做对了吼，对，怕他吃不惯。不会啦，不够的话再加啊。你不会啦。试试看他的汤，汤不错。哎，吃西餐要用汤匙啊！喂，没关系啦，爱怎么吃就怎么吃嘛。哦，对对对。哎，我说今天好险啊，有赵哥帮我们解围，才没事的。今天呢，说是要帮你们押金，其实是我的借口。我能够坐在这边舒舒服服的跟各位吃西餐呢，这才真正是我的荣幸。来，哦，来举杯举杯，谢谢。来，干了干了。赵哥，谢谢。哎，很大不？怎么了？他第一次喝啦，太辣了。哦，哎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我说哈，今天这一顿饭应该是阿彩要请客才对，对不对？没有啊。哎呀，人家都说我们客家人小气，他尤其小气，要他请客很难呢。勤俭持家嘛，勤俭持家是美德啊。对对对，他勤俭持家，都是我不好，让他被人家误会这个。还好有赵哥帮你解围，还你良家妇女的清白啊！他们都黑你啦，做什么黑的？我被带去警察局做什么笔录？我这辈子都没碰过呢。哦，啊，对不起啦，我跟你赔罪啊，我干杯。不会啦。就厉害。好啦，其实今天这一顿应该是我请客才对，对不对？让你被误会，赵哥帮我们解围。你跟我客气什么？你跟赵哥来这里吃饭，你以为他们会收你的钱？你先去忙就是了。好啦，谢谢谢谢。哎，那我先走，我先走哈啊，有事情。他第一次来西餐厅，多介绍他一些好吃的。啊，麻烦你啦。用不用惯叉子？要不要帮你拿双筷子？不用了。啊，
可以啊。可以。好声浪聽，你敢記得我？这个做什么啊？帅哥在这边啦，拍这边啦，这边啦，来，在帅吗？帅哥，蟋蟀的帅啊！我们来合照好不好？你都没有合照过哎。不要啦，这是黑白底片，合照不好看。这什么年代？黑白的有比较便宜哦。你不懂啊，我是要参加摄影比赛的。新来阿姨，小珍，你好啊，翕一张好不好？买啦，一张就好啦，拜托。买。悄悄街路自然，我还记得，记得拍过嘅输出，記得唱過嘅好吧，還記得啦，哦，還記得咯，還記得啦，誰啊喂？原來買衛生紙，不和成公園草叢嘅清理好冇？好，做得賺錢啊？當然啊。冇得好啦，按件 sale 呢，嚟冇去。怎麼樣？這主意不錯哦。開車吧。那你覺得一碟要賣多少錢？一碟，一碟這樣10塊，他們會買吧？10塊也太少了吧！剛剛看過去，這邊也才3對情侶而已，這樣忙半天能賺30塊，太少了啦。太少。那你是想買多少？至少要賣他們30塊。30塊？鬼才跟你買嘞！30塊。不要生氣啊！
太贵再减就好了，至少开高一点，让我们杀价。好吧。来，走。有没有要买卫生纸？要不要买卫生纸？我们再试试好了。大哥，要不要买卫生纸？干嘛啦？一叠30块啊！走了，行了，走了。喂，小唐， 30块。要收我30块，收贵啊啦好了，20块啦。 ，20块。嗯。啊，好了，小唐。好了。这下。刚刚还嫌贵，应该是有希望才跑回来吧？为什么要1点50哦？很贪心哎。阿哥你好，阿行李好不？哎，干嘛那卖哈？小小啊卖哦，啊有甜无？哦，摕多啊好啊？158。迄是伫咧卖厝的哦？嘿哦。啊，你有笔无？借我一个。高香啊。有人伫个无？哦，因迄不做迄，歹势啦，我是来看厝的啦，你是厝主的？哎，你吓緊嘅咯，係咩吓緊嘅呢？韓國合法哦，當親切哦。唔係嚇緊嘅哦，安尼哦，條架，哦，文字寫哦。好啦，好，嚟看看。哦，係啊， 100哦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係急定用錢啊，冇按便宜買兩幅嘅啦。哪有幾便宜？我看哦，亞福的哦，問題太大哦，咩唔知要漏水嘛？唔係，條架，我看哦，100萬差唔多啦。120萬哦，想買件偏數啲啦。就算你那出150萬吼，我都冇買嘅啦。係哦。係哦。你講。乜㗎？150萬哦，我買買幅嘅，我買100咯，我欠錢用哦。你欠錢哦？哎呦，我老母帶南部啦，嗰吼，我搶油一天啦，嗰一買吼，我100嚟買下來哦，無嚟搶住業當唔好咧。係哦。哎呦，既然吼，迄無人出到150萬吼，還是買本找錢該啥嘢啦？條架，係，迄個我出80萬哦。你看咩？決定愛用錢係嘛？我係艱苦人咧，我嘅錢哦，都會一絲嚟送起來嘅呢。你就尊重人兩個友誼，佢啲朋友嘛，好冇？140萬哦，150萬我都冇買140萬。好啦，150萬就150萬咩？你尊重就買本來吼。
钱少要加2万呢。哎，某种人介绍的，上到种人份就不少钱的啦。加6万呢？啊，保证买到了个吼，转手随赚钱，偏偏你客家人要买本哦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20块。你们根本就敲竹杠嘛！人小鬼大，几张卫生纸20块啊！你要不要买也是你的自由哦。对啊，我们也是跟你方便啊。对啊。你们愿不愿意去发传单？我看你们在打工啊，发传单的地方在三重埔。我去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不要男的，靠边站一下。不要怀疑，如果你真的要这个工作的话，我一天给你150块。150？那如果我去，我姐姐她也要去哦。你是她姐姐啊？对啊。好，2姐妹一起来，我一天给你们300块。师兄哎，300个银哎，我去发传单嘛。宣传小姐做到这个奖哦。冇爱。哎，你们如果要这份工作的话，哎，赶紧打电话给我啊。小磊，哎呀，考试班的哟。好。师兄哎，缘当家这边有新妇好黑嘞。妈妈买不给他，然后迄落表下落，再加上又扣多几钱，咪就做地付提起款的哦。师兄哎，等下乡下去发传单，人家调咩爱来妈妈添餐钱。妈妈个传单。哦。妈，有人我人家调去发传单，我2个都去，一年有300个人诶。嘿哦。去哪边发传单？去福建公园。你要对我要注意哦，按太紧人哦，莫本人骗哈。好啦。来哦，嘉刚 Yuki 青春美少女叠加啦，捧场一下。谢谢。便利百货新开幕，通通6折，大优待，旁留一个，甲阮旁留一个，谢谢。青春洋溢美少女叠加啦，紧哦，便利百货通通6折，大拍卖哦，来哦，请路过的阿伯、少年兄，各有小姐，甲阮旁留一个，多谢。师兄哎，做乜嘢喏？我流鼻涕了。你啊，富士脱嘞，唔爱偏数嘿。冇相关啊，富温摕来唱好诶吼，人买人妈妈讲，喏。注意着诶哦。西上的轻快，延从1升到100，哈。从西
细上的就是我嘅教盘的，内头营养不离，其称好停定我对1算到100，算啊算的，有时算会提，有时算唔提，我只吃到，其真系我嘅太人工呢。票价，哟呼，有人才嘛？票价，票。小姐，你是？歹势啦，我甲厝主约好的啊，因是毋是有代志出去啊哈？厝主？嘿啊。毋着又搁一个伊啊？啥物意思啊？我甲你讲哦，这个厝主啊，已经移民去加拿大的啦。哈？足好起来啦，这厝哦，无可能卖啦。无啦，厝主是迄个客人有无？淡薄仔大块迄个啊。安尼你去互骗去啊啦！进前报纸就有刊啊，专门咧骗人讲伊是厝主，伪造所有权证，昨到今仔日啦，已经足侪人来过啊啦，嘛骗足侪定金去啊。哪有可能啦？跳吧，跳吧！你知影你是安怎无爱去报警啊？互伊安尼继续骗，我才还2万块呢！小姐，甲我什么关系啊？你去互骗你，嘛是因为你小贪啊？你敢若像金光党共款安尼？你欢喜，我甘欢喜啊！你说你怪我，你是对毋对？无啦，先生啊，你敢知影伊即摆人伫倒位？小姐，你问我，我要来问啥啊？你若唔甘愿哦，你去报警叫警察啦！莫名其妙，国民学校，我搁借伊2000块咧。哦，星空聽，你敢記得我？不會啦，就破財消災咩？啊？給錢做啲家家事情哦，小事啦。俺哋較實惠哦，迄細胸誒。前生唔欠記嘅，也成年都會做忘記。我想很多呢，一公年的命咩？儿孙自有儿孙福啦，啊！哎呦，莫呢，哎啦，那好运都被你害掉喽。啊，你是敢要强用？俺意思是讲，要按摩注意呢。那么想买房子，你急什么呢？才会被骗呢？我又不曾买过。在我看起来，你其实是算运气好了。那个骗子想骗的，应该不只是你的定金。你发现的早，没有跟着你将来要付的头期款也被骗走。现在他发现从你身上骗不到钱，他就落跑了。你手上没有他的照片，你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，就算你去报警，不可能找到人的。你当初是做功德嘛，2万块钱当做是善款，你捐出去啊。那种人应该被抓去关啦，关闭死。嘿啦，好啦，莫呢啦，呀他就认真赚钱呗，小宋的医药费哦，他敢替他想办法啦。啊，你是谁啦？眼前的经济问题是最实际的。你女儿小宋的事情，我听阿霞提过，你要不要考虑把她送到育幼院？你这个人有毛病哦！她是我女儿哎，我怎么会把她送去育幼院？你在讲什么啊？不会啦，把小孩送到幼儿园，你专心的工作赚钱解决问题。你不要再讲了哦！你还给我讲的哦。是啊，好嘞。不瞒你们说了，赵哥5岁的时候，我老妈就跟人落跑，我就是在幼儿园长大的。不说这个了，我有个朋友在市场的委员会上班，
你要不要考虑看看？去市场看是租还是买，找个摊位，你卖鸡肉，做生意赚钱。那个市场的点不错，人潮很多，生意一定好。眼前的经济问题就可以解决了。对呢，可以考虑呢。既然你不肯听男人马杀鸡来赚钱，那就到市场杀鸡啊。赵哥，你家了？哎，赵哥，好的单位呢，无可能放出来。我前这位呢，已经算袂歹啊。附近呢，拢是咧卖猪肉甲卖鱼啊。若佮加上这搭鸡肉蛋呢，是上盖拄啊好。啊，无你再佮研究看卖。没问题，我随互你消息。啊，我先回来办公室。你的意思怎么样？位置很好啊，可是我可能没有那么多钱呢。没事，一个摊位要不了多少钱，这个忙我还帮得起。你可以把它当做我借你钱，或者是我投资，我是合伙人都可以的。你决定就好了。我决定。超哥，啊，你做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你知道，你是我所有认识的女人里面唯一一个肯吃苦耐劳，然后呢，小孩都生了4个，但是跟我讲起话来，动不动还会脸红的女人。所以你这个忙我不帮谁帮呢？我有吗？看，不是啊，那你都认识什么样的人？哎，不说这个。赵哥，你平常都在外面吃饭？帮人家处理事情，应酬多。来，这家餐厅的白斩鸡特别好吃，试试看啊。哎呀，怎么这么糊涂啊？做什么啊？我都忘了，你自己养鸡，自己杀鸡卖鸡，鸡肉你一定是吃腻了嘛？来，哎，别吃了，换点别的菜。神经啊，没关系啦，我吃鸡肉啊。你确定啊？我可以换别的菜啊。我吃，可是我跟你讲，我养的鸡一定比这里的好吃。哦，这么有把握？我养鸡有秘方啊。秘方？什么秘方？我跟你讲，我喂鸡的时候，我都会加那个豆渣还有菜叶喂它们，所以它们都长得特别快，而且特别大只。哦，你好像不信啊？你不信，我改天煮给你吃就知道。你说的哦。好，那我用这杯高粱，先预祝你啊，你的独家秘方的鸡肉啊，供不应求啊！哎，你也喝。来。来试试看啊！
医生，你看他那个手指都弯弯的，都打不开呢。啊，那一只手也有一点啊。是肌肉萎缩，而萎缩也不是马上就发生，之前应该有些症状，像肢体弯曲、站立不稳，有吗？他最近很常跌倒。那更改药物可能会好一些。是说吃新的药就会比较好哈？我们先吃一阵子，再观察看看。喂，家属人你好。我要叫一桶阿叔，大桶的。大桶的哦，差不多要1点钟久哦。啊，先哪要偌久？啊，就煮饭时间咩，叫家属的人遮济，我都随甲你送过啦。安尼唔免。你叫你自己动来，你做点手重的，咪。要来帮忙杀老夫！走啦！你要不要走就现在来？爸爸阿妈是。你皮。
無聲空跳，你敢記得我？兹同意将本人黄永贞同学参加台北县文化主办之黑白照片参展比赛。这是什么啊？我拍的黑白照片，他得奖啦！杂志要使用，所以寄给我授权的同意书。有奖金吗？100块啊？1000块啦！哇，1000块，请客请客啦！不行啦，小宋他生病了，要吃药。小宋他又什么了？肌肉萎缩啊，要吃更多药。怪不得他今天没来。那你现在有钱了，今天还要卖吗？当然要卖啊！看我都折好了。来吧。给你。那我去那边卖了。妹妹，等他。吉他里扎，检查细针。四十，安尼袂40，安尼两头加起来10张尔，安尼袂40。讲潘哪，新呐！嫌贵哦。啊，你顶摆讲你家己要扎的，你哪无扎？好了，来，算了。紧嘞，等什么啊？要不要买？1叠20块啦。待会来找我，算你1叠50。你看，我都卖完了，我还剩下那么多哎。没有关系啦。你很恶心哎！你干嘛啦？黄永贞，黄永贞。喏，闺女冇吃东西。好了。来看吼，咱先去医院问先看啊。唔是嘞，你买轮椅啦。你这个骗你们这个去搞。看一定家己搞好，我先去买轮椅啦，哈。有人买就好了啦。我自己去拖啦。唔要唔要偷轮椅。
你要先调解问清楚，唔可以随便买。好啦，坐定。好啦，还冇请多时间呢，等看好诶，然后去银行一转。还有啊，保姆团员涂小青涂到5点天天呢。哦。你哋俩汤很懂嘛，好吗？好。哎呀。散会哦。哦，来啊来啊，什么呀？哎呦，轮椅哦。系啊。妈，我真来。也太贵买的啦，迄黄丽霞订的。订的人是年启尧，一个生了水水的查某囡仔买的啦，麻烦甲我签收一下。阿无的，我做去帮伊自家用。你讲喊迄声音，加个骨灰，有啲不卡很做得好。邵叔叔，我想跟你一起混黑道。听说这个社团每年迎新晚会都爆满，而且玩到半夜。我叫西西，我叫黄永贞。你是全世界最没有资格说这些话的人。我以后不会再出现在你们家了。爱国家，温柔父子，莫伝天強嘅聲，愛獻舒服嘅自由，唔講怕，天天的戲。愛講怕，永不愛意。愛講怕，記得路路後悔。台風的世界，寒風高壁。凉风的世界，爱会转来。